自2024年4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甲东大交托上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55篇第1节到23节。大笔教诗的诗交互圣乐长用弦的乐器伴奏。上帝啊，求你压耳孔听我的祈祷，毋通闭起来，毋听我的恳求。求你听我应我操烦郁卒，心不安。拢是因为对着犯法歹人压制，因将罪过抬起来缀我，因发受气困逼我。我的心搅假痛苦，死亡的惊吓临到我，惊吓摇摇带包围我，恐怖砍目我。我讲，我真爱亲像粉鸟有翼，通飞去找着安息的所在。我要爬去远远，歇伫旷野，紧靠闪避的所在，通脱离狂风暴雨。主啊，求你拍乱因的语言，互因的话混乱，因为我看见城内有强暴纷争。歹人暝日伫城墙顶行驶，城内充满灾难邪恶。城内到处有破坏，过路逐位有压制甲奸诈。侮辱我的，毋是对的，若是我嘛袂当容忍。自个看轻我的，毋是怨恨我的人，若是我嘛犹会当闪开。无拍算是你，甲我共身份的人，是我会当伴我知己的朋友。咱以前常常互相亲密谈论，甲众人伫上帝的殿做伙敬拜。愿死亡忽然临到因，互因活我落阴府，因为因徛起的所在充满邪恶。我咧，我要求叫上帝，上主会救我。会晓早起中昼，我哀伤吐气，伊拢会听我的声。虽然反对我的人真多，伊会救赎我的性命，脱离攻击我的人，互我平安倒转来。对古早永远存在的上帝会听见，嘛会甲因报应，就是遐个毋改变、无敬畏上帝的人。因伸手攻击家己的同伴，违背甲因立的约。因的喙亲像油，骨溜溜；因的心藏怨恨，因的话比油较柔软，其实是飞出来的刀。着将你的答写互上主，伊会扶持你，绝对袂互义人失败。上帝啊，你会互因陷落伫死亡的深渊。害死人甲行奸诈的人袂活到中年。若是我要倚靠你。甲东大交托上主。1982年，蔡振南作词谱曲，沈文婷演唱的台语歌曲《心事啥人知》一举成名。根据报道，蔡振南10几岁，伫工厂做师仔时，某日听到附近有吉他的声，内心深受吸引，感觉做音乐才是伊想要行的路。对迄时起，伊家己认真学音乐创作，直到26岁，终于有机会互唱片公司赏识。在同时，伊创作的真侪歌曲深受唱片公司喜爱。1979年创作的华语歌
你不爱我，我爱你，搁较受到赞赏。准备发行专辑，用这做主打歌。当落时也是戒严时期，歌曲出版前需要先送到新闻局审查。搁因为美国总统卡特宣布甲咱国断交，转往甲中国建交，这首单纯传唱男女之情的歌曲，竟然互新闻局认定是在讽刺台美关系，就遭受禁唱。蔡振南深感不平，后来伊决定用台语创作歌曲，重整旗鼓。总是这伫当落时并无互看好，因为主流市场以华语歌曲为主，无唱片公司愿意做了钱生意。蔡振南决定拼一口气，家己开设唱片公司，搁找当落时踮西餐厅驻唱的沈文婷主唱《心事啥人知》。出人意料之外，迄张专辑早起发行，下晡就伫各地的夜市大放异彩，卖甲舍叫。本身是原住民的沈文婷，捌回忆这段过往，表示伊从来无想讲家己会因为唱台语歌曲火红，行入演艺界。互人生有无共的际遇。蔡振南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时，还未满30岁，歌曲却透露无尽沧桑。迄是因为伊看到当落时的台湾社会对农业转型到工业，经济开始起飞。表面上看起来袂输人人拢有钱通趁。实际上，真侪人的生活还是真辛苦，尤其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，并毋是人人拢会当适应良好，有的人就无小心误入歧途，行上不归路。外在看起来若像真青影飘撇，内心实际上痛苦无比，无法度向人坦诚倾诉。心事啥人知？虽然是表达个人内心抑郁真久的痛苦甲悲哀，却也唱出整个社会的诸多无奈，所以会通引发众人的共鸣。诗篇55篇的作者，也是处在内外夹攻的处境，因为安尼，渴望亲像粉鸟仔共款。拥有一个培养会通平静休困的所在。诗人对受敌的攻击感觉惧怕甲野心，其中上互伊痛苦甲后悔的，就是伊所信任的至亲好友，竟然设计要背叛伊。诗人内心悲痛无奈，深感伊无法度搁再相信任何人。只有上帝是伊的倚靠。落尾，诗人表示，伊要甲一切忧虑和重担交托予上帝，深信上帝会帮助伊，袂互信靠伊的人行往失败灭亡的道路，搁互无公义的人行入灭亡。到呾，台美断交已经过了45个年头。人已经渐渐惯习社会的快速变迁，也当坦然勇敢活出自我的愿望。总是台湾伫国际的地位，是毋是还留点伫心事啥人知的无奈呢？默想，我敢有凡事拢带到主的面前，向伊全然摒话，搁交托咧？我敢有凡事拢带到主的面前，向伊全然摒话，搁交托咧？咱来祈祷，讲伊主爱的上帝，感谢你对阮不离不弃的疼，
愿你帮助我，无论伫什物境遇，拢会当谦卑向你寻求智慧，常常亲近你，向你倾诉心意，也搁较倚靠你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